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卡新的林涵林遭刑成，红白讲伫2015年伫中国交查某，阁有相片哦。也毋过遭刑成是批评讲，这相片拢是 AI 造假，讲伊会去提告。咱个立委会嘛强调讲，对方定定利用 AI 来传播假信息，都要特别注意。联电创办人也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卡新罢免案的代表人遭刑成，伊伫人面册大声骂，讲亲近中共的效果就会变甲中共共款，目睭紧紧讲笑话，面皮比更较厚。遭刑成去互媒体人逼出来讲，若像伫咧2015年伫中国有外援，而且公布几张因两个人的相片。针对这点，遭刑成17暗时搁一届发声明强调讲，这相片拢是合成的，确定会对散布相片的人提告甲讨赔。也拿调查立委嘛支持伊甲告，请曹董事长那么他可以依法去提出告诉然后呢相关的司法单位也应该尽快的厘清到底他有没有深伪的问题。那我觉得赶快就交给司法。这些领衔人，他们都只是一介公民，而非公职，但是却被加以非常多的人格抹煞，或者是私德的攻击。这恐怕都有一个中央厨房。面对大罢免的风波，都惊有境外势力介入。立委会主委邱水正嘛警示，中国正在利用 AI 侵略技术散布假信息，想要制造台湾内部的不安。咱国民众都要看没切咧。对岸有没有可能就是最近有用这种 AI 来抹黄的手段来进行政治的操作？我想中国大陆对台的渗透分化，以及统战各种作为可以说。这个手法不断的翻新，他利用各种这个深伪的技术甚至 AI 等等以假乱真透过一些假讯息扰乱我们民主宪政的正常运作那么制造我们内部的不安这是过去我们都知道他常用的手法。中国政府在2018年8月推出机组证。立委会苏当时认为讲这是统战的策略。邱水正强调讲，政府决定重新启动两化人民关系条例修法，针对申请感染中国机组证的代志，除了为英国经验来看，嘛邀请学者甲专家来讨论，要并伫立法院新的会期内推出相关的草案。公视新闻台北报道。